那我很想写那种很简单，但是能够直指心灵的好听的歌曲。其实一首好听的流行歌，它就是一首好的这个童谣。比方说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，比方说西洋歌曲《Yellow Submarine》。如果写一首好的客家童谣的话，它可以让非客家族群的人可以欣赏。我最先运用的素材就小时候妈妈教我念的童谣：阿舅剪阿舅接，家婆走上日，爱戏唔爱戏，害爱打扮两三日。所以蛮有趣的，就借着写童谣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回归童年，一个很温暖的感觉。